校庆开幕，本来有一个优秀校友要致辞的，现在突然取消了，少了一个环节。那怎么办？再看看有没有别的节目能够补上吧。那我也帮你想想。你帮我想？你怎么帮我想啊？侦探社不都快要因为没有节目而原地解散了吗？你少瞧不起人了，我一定想出来。好，那先谢谢你了。赵范舟，舞台追光设置好了，一会儿演讲彩排的人要来了，你过来看看。好。我去测试一下追光效果。我走下位，你看看光源能不能够跟上。南的船对冬天许的承诺，答应你的从来都没有变过。是过程坎坷，但结局完美的小说，写着胡言乱语，还勇敢执笔的我。周晓，你俩干嘛呢？没有干嘛？我们在测试追光，你来的正好，可以开始彩排了。那你们彩排吧，我先走了。谢谢啊。哎，想想你别叹气了。我现在看这剧的女主角，追男主18集，好不容易在一起了，结果1集就分手了。她叹气都没你叹得多。那我这不是答应了赵范舟，一定要帮他想个节目出来。我看你这个赵范舟挺上心的呀。蔡雅思呢？哎，好意思跟我提蔡雅思？上次就是你让我观察他，得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啊？他抱着我的大腿让